关心咱国内国防相关的消息，国防部进前有提出全面防卫动员准备法的修正草案，内容互人质疑讲将会管制媒体，甚至有意图动员，或者还未满16岁，也是16岁以上，还未做过兵这学生呢，上战场整种的议论。对于这个代志，国防部透早发出声明，强调讲，这个法规定必要管制措施，只要适用伫这个实施动员的时期尔，袂去影响到其他的人、人民平时的自由甲权益。军事专家苏志芬是表示讲，依照兵役法的规定，18岁以上才会当做兵。所以你若讲要或者学生在提武器，互因去作战、修战，无啥可能。抢下一排。听指令，拍伫咧涂骹，高中生军训课连拍枪，态度真认真。受过几点钟的基础训练、体验、管体验，若是要提枪去甲人战，家长拢真烦恼。不过最近教育部调集地方机关讨论，要求将16岁以上的学生，无分查甫查某做册，先建立线顶系统。加上最近国防部公告新版专动法草案，叫伊将主管单位为教育部改做是国防部，或者当这期政府敢是要互无做过兵的学生上战场？显然没有办法由教育部来负责，用空白的方式。必然未来是要由国防部来负责，军事教官呢一定也会再重新进入校园，已经是双重标准。这些管理在平常来看完全不合理，但是国家面对战争威胁的时候，它却是必要采取的手段。国家的资源当然必须集中用来捍卫国家，捍卫我们身边的亲人。专动法引起朝野论战的，还有管制媒体条款，国防部赶紧来解说。专动法进入紧急命令状态，非常时期法制，敢若适合用伫咧实施动员时期，绝对袂影响，或者是省长人民平常时的自由和权益。由于非常时期紧急动员作业的成效攸关国家存续，世界各国都强调。平时要能周全准备，战时才能有备无患。专家嘛讲，因为兵役法规定18岁以上才当做军人，要学生武器去甲人战争是无可能的。准备时期就是实施各种全民国防的教育。那如果说国家遭逢紧急危难，青年如果说投入这种民防工作，比如说后勤，还有就是医疗救护等等的，那它是有一个就是落日条款的，那立法院可以予以撤销。两岸真势紧张，为了避免战争战起来，国防部做上派暗算来做好准备。Hello， 我是叶明，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，开启小铃铛。